来继续来看欧洲新冠病毒的疫情发烧。欧洲即卖总确诊的病例数飙破到1100万例。为着要来控制疫情，英国的英格兰地区初5开始实施着第2波的封锁，若希腊为初7开始嘛要全国封锁。法国巴黎的街仔头路仔变较少稀微，毋过来看卖太检站。真侪民众挂喙暗来排队。法国一天就加超过58000个确诊的病例，搁创下新高。Petit peu, on essaie surtout d'être dehors, tout le monde a le masque. 法国搁一摆甲全国封锁，毋过疫情就是压袂落来。英国同款5号开始，搁一摆来封锁。伦敦塔桥顶悬的车辆变甲足少的。欧洲疫情搁一摆来反弹，除了法国，意大利嘛一天就加34000外例，搁有德国、捷克、希腊，拢创下单日确诊上悬纪录。西班牙嘛同款真严重。救护车一直进入病院，首都马德里等等的地区6号开始实施边界封锁。德国、丹麦、希腊嘛，搁一摆封城，就惊秋冬疫情会搁一摆来失控。